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Omicron 这只病毒的疫情，即马渐渐在滚价，对机场清洁人员开始，经过银行、中立西提餐厅，正做一个传播链，嘛出现着一岁囡仔的确诊者。今仔下晡，咱知影台北市嘛出现着新确诊者的卡者。 加在这个传播链，打咬伫咱的控制内底。观众朋友，打同好开始做第3档的预防射哦。1922系统明仔开放注文，大家都爱趁赶紧。当这时，咱斗阵来关心疫情最新的发展。介绍今日现场来宾。 邀请新光病院洪主任副院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周宪章常务理事，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今日增加17个本土的病例，其中14个是西提餐厅的传播链，这个西提餐厅传播链，咱要注意2项代志。头一项是台北市已经出现着确诊者的卡者，第2项是出现着一伙囡仔的这个确诊者。第2项是咱的陈建仁政府总统，伊呼吁民众着要赶紧做第3档的预防射。第3档的预防射着要安怎注文呢？咱今日节目嘛会来讨论，大先来看疫情最新的发展。 那本土的病例有17例，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有48例，零星的个案里面，一个是亚东医院的护理师，相关他周边的人跟他亲密的接触，跟他病房相关的人，检验都是阴性，因为他不是在专责病房里，不是在照顾确诊的病人的病房里面工作，所以我们要做基因定序来厘清他的一个传染源。 等于是在西提餐厅内部所感染的这些人大概目前来讲应该算起来是27位那在西提外面周边被西提里面染疫而染到的，现在有8位。好，那联邦银行现在看起来没有继续再扩大。那联邦的内部的员工有13位相关的关系人、家人这里面有4位。 去年的指考的防疫规格来办理，所以今年的学测一开始就拉到高防疫规格，前面佩戴口罩。那另外我们的进出场动线都是管制的是由单一入口进场，同时在考试当日入场的时候都要出示身份证件，那也要量测体温。 观众朋友，咱来看今日疫情最新的发展，这张图内底。 这个水色的壳壳内底是甲机场的传播链迄个同款的这个确诊者，水红色的是今仔日新增加的确诊者。咱看到伫这个红色的半线内底，拢是西提餐厅传播链内底的确诊者，也就是讲，咱今仔日增加的确诊者14个。 拢是西提餐厅传播链内底，干那3个，即马要伫调查。咱请教洪医师，你安怎看这个疫情？着要紧张无？我想到今仔日为止目前的发展真清楚，咱会使看会出来，就是为桃园机场是1月初开始为机场的这个算讲因的清洁的人员、保全手推车的人员然后呢，就再甲这个传互因这个因太太是咧做居服员的，你看居服员去这个因的迄个案家去甲做居家长照的，就是互伊念着。伊去迄个银行可能去是甲这个做喙炎小摕落来，就甲这个下这个银行的行员，行员再过来到这个餐厅餐厅聚餐了后。 就是再个下这个西提餐厅的这个因的工作人员你看工作人员在1月7号迄天大家做阵在聚餐的时阵，伊这个算讲这个银行的行员因踮遐聚餐，可能就下这个迄个底下食头路的这个西提的员工，对不对？但你看到目前为止咱看19号1月9号1月9号迄天到目前为止去遐食饭的这个
即个咱的顾客内面有17个，吼，拢是伫1月初9迄天，吼，踮咧西堤吼念着的嘛，吼。但是大家有注意一个代志无？就讲1月8号那嘛迄天嘛一直足侪人去咧西堤餐厅内面食饭，但到目前为止无看到一个人是1月初8迄天吼念着的吼。啊，可能这原因之一就是咱进前咱嘛讲过，咱即马即个算讲即个奥密克戎伊的即个啥潜伏期真短，对不对？对。所以伊若1月7号迄天暴露伫风险内面，餐厅的员工互伊念着了后，伊1月初8迄天伊可能佫无迄个感染的即个能力，吼病毒量可能还无够。但是到1月初9，伊的病毒量可能就起来，伊都感染吼即个伊的接触的人的即个能力。所以你看1月初9即天，会开到目前为止有17个人拢是互念着。所以咱即马咧追查的就是讲1月初10、11这几天去西堤餐厅食饭的人，吼，你若是这几天你有去遐食饭，吼，也是有踮咧遐行透的人，你家己爱有即个警觉，就是讲上好较紧出来主动去采检一下，看有互伊念着无吼。啊，安尼就是讲。咱咧讲的，就是讲，因为咱的观察，就是讲，你有注意看无吼？即边即个奥密克戎伊的即个潜伏期真短，差不多3天左右尔。所以伊潜伏期3天，伊会发病，但是发病的前1天，甚至1天半前，伊就开始有传染即个病毒互别人的即个能力。吼，所以嘛是造成讲，咱即马咧疫调的时阵，咱的速度一定爱比，吼，咱的疫调的速度爱比迄个病毒爱走较紧。你才有法度甲即个疫情控制出来，吼，控制来。所以到目前为止，咱看到的状况就是讲，除了今日阿东病院吼有即个个案，啊，唔知影讲伊可能的来源之外，剩的每一个个案看起来拢是机场的即个群聚案的延续版，吼。所以咱目前吼即个关联图拢还佫画出来的状况之下，当然我感觉讲，当然提高警觉是一定爱嘛，因为我之前有讲的，提高警觉，因为即个奥密克戎的即个感染的能力太强啊，足够痛的嘛。但是莫惊吓，莫惊吓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咱拢已经拢有注疫苗啊，咱拢有注疫苗，所以咱会使较莫惊吓。啊，第二，你若真正不幸互伊念着，啊，你看吼，到目前为止，咱进前有分析，即个为奥密克戎为境外吼来咱台湾，互咱确定的病例278，吼278例内面吼278个。即内面去看的时阵，你会看，你看上好迄个上尾迄个表，无镜头的144，无镜头就144，占一半以上，几乎拢是无症吼，没有症状的吼。啊，再个超将近一半的人伊有镜头，但是这个症状嘛是拢足轻的，吼足轻的镜头吼。啊，前2天我嘛有看到即个指挥中心伫礼拜的时阵，伊有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讲伊观察伫CT的礼拜迄天有6个吼，互下掉了后。这6个内面有4个是有注给预防针的，啊，这4个吼拢是没有症状，啊，有2个有症状的，吼，有发烧，啊，有这个哪喉痛的，啊，这2个拢是无注预防针的，哦，所以咱会使看起来讲，注预防针有注甲无注，伫互奥密克戎互突破性感染，还是你互感染到的时阵。你看这2个病情都是有差别啦。哦，洪医师，国外讲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这个阿诺的数值吼，都是一个人探几个人，这个数值真悬。啊，看起来咱这几天啊，拢是10几个，是，敢袂使讲咱即马还阁控制掉咧？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上到上无到今仔日为止，看起来，这个是无像咱迄当阵5月11，吼，去年5月12迄摊来讲，已经规个 outbreak， 目前是无看到即马这个。即马这个情况的出现的这个征兆是没有看到了吼。啊，但是接下来嘛要观察嘛，因为就跟他讲，今日阿东病院迄个护士伊确诊了后，因即马专业要做普筛嘛。这普筛落去，就是会知影讲啊，到底是除了伊之外，啊，佫有别人互染着无？啊，佫有来就是讲，即马甲尸体有关的这个社区的这个部分来讲，吼，规个社区、校园，吼，甲职场的这个。扩大这个采检加检测内面，能不能从里面去找到有这个隐形的确诊者？咱唔知影，会使互咱发现到。你若是讲有的时阵，而且比例较悬，啊，咱当然都爱特别爱提高更高爱注意。啊，你若讲筛检下去，大部分东西阴性反应，只有少数1000个，只有可能有1个2个。吼是 positive， 啊，咱就会使稍微免较惊吓咧。这要看后续的这个检测扩大采检后的结果啦吼。是。而且咱看吼，到目前为止
发现确诊的个案大部分拢是咧本来就咧匡列的范围内面，就是讲伊本来就是我匡列，伊本来就互隔离起来啊，伊毋是咧外口拍走，所以其实对咱社区的影响力嘛是降低的嘛吼。所以我感觉咱到目前为止，就是讲按咱台湾目前的这个防疫的做法，就是讲扩大匡列、扩大隔离啊，这些人可能伊的这个。有一点仔生活上的无方便，但是因的无方便，就是换取咱2300万咱的居民会使即马佫会使如常的生活，吼，的一个做法安尼。是，观众朋友提高警觉，毋过毋通惊吓，紧注预防针吼。咱即马来看278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内底，这张图有3个美工爱看，头一项都是。278个内底有259个是突破性的感染哦，就是讲已经完整注预防针有缘得到病毒。第二项是咱的这个278个内底有200个这个稳状的期间是0，也就是讲咱即马落地体检有法度将境外移入的病例伫头一天就甲冻落来。第三项就是拄则所讲的，这278个内底无症状的一半，轻症的一半，也无这个重症的状况。叶医师，这甲咱拢已经有注疫苗，敢有关系？对，安尼是就有关系，因为阮进前有看过，无论伊进前是拍啥物预防针，到第5个月以后，你的保护力拢是差不多是0。对，是，所以每一个人拢会使突破性感染，这是就定咧发生的。之前有感染过，之前有拍过2档的预防针，拢会使佫得到这只 Omicron。但是第3档是真正最重要的。你看这第3档拍起来，你就会使把这个保护力佫会使提升转来，差不多7成左右。但是伊袂当讲维持足久的。差不多维持一段时间，差不多10礼拜、12礼拜左右，伊就会降到敢若5成左右。所以伊会使暂时甲你的保护力，甲伊提升转来到7成，但是伊的持续力是小可无够。那继续落去，咱就要安怎做？就继续落去，阮是即马上重要的是，你来看者，伊对迄个住院甲重症。佮死亡的保护力是真正也是真够真有力，对。阮来看遮拍了 booster 就是第3档以后，你会使避免你重症佮住院会使提升转来佮88%到90%的保护力。啊，这个保护力会使维持差不多3个月。3个月到应该是会使，伊甲维持到3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这种的这个住院的这个保护力。是。周医师，啊，你安怎看咧？因为吼，咱即马即寡数字吼，像咱主持人吼，即个导出来吼。虽然即马有一寡吼，可能有老年的咱社区啦吼，但是我迄个副院长也讲过吼，至于迄个传播链吼，即拢爱搁找着源头啦吼。啊，这是我想咱的迄个咱台湾的防疫吼，为进前甲即摆吼，啊因为去年5月迄波吼有一个大考试过吼，啊咱即马通过吼，那迄个有一寡代志吼，咱已经有一寡规则去做啊。所以咱即马卖乱吼，爱迄个警觉吼，但是卖乱吼，都按部就班吼，甲即个疫调啦吼、隔离啦吼、控制甲做好势吼。啊，上重要就是讲，咱其他爱做预防针的人吼，爱紧做吼。啊，有诶第1剂、第2剂若无做诶吼，咱嘛爱甲吹出来。啊，像讲即马第3剂吼，大家吼，因为即马放宽甲迄个咱3个月就会使做，所以真侪人要做吼。即马上重要的代志，伫阮基层医师来讲吼，上重要就是甲政府交代互咱的公共卫生的任务吼，甲即个需要做的人吼，大家都甲做好到吼，互伊有一寡保护力。啊，若是讲正经有去钓着的时阵，伊嘛较袂重症吼，较袂讲有死亡。吼，啊，若讲吼，即关若会过吼，像讲咱即波若会过时，啊，佮观察吼世界各国吼，是毋是即个奥密克戎正经是吼，都是轻症，吼，啊，若是轻症的时阵吼，咱都爱慢慢啊思考，咱后摆吼是甲即个病毒是要安怎吼，好好啊甲伊斗阵。
吼，搁甲伊斗阵，也是讲吼，伊对若讲像讲即马大家搁想要去清零吼，迄是伤过艰苦去啦。因为对即个咱的经济来讲吼，迄摆升三级了吼，其实有真个行业拢受到真大的打击吼，啊是真无简单，咱台湾人的人性是真有够啦吼，啊即马是讲有一寡小可恢复，啊即马搁较新正年头吼，即个考验搁较大，因为即马吼大家一定爱回去厝诶，可能会过年，迄阵是暑假吼。暑假反正都可能大家吼，若莫出去佚佗嘛吼，大家拢真配合伫。啊，这过年对咱即个台湾人的意义是无共款的。啊，而且吼，即个冬天来讲吼。啊，佫有一寡病毒啦，那么真个一直咧讲啊，即摆吼，即摆流感吼，迄个预防下大家做较少，那么真担心讲有其他的病毒吼做伙发生的时，咱头有讲过嘛，你即个种轻症，就是甲一般的感冒吼，拢总敢若相像共款。对。啊，你若讲吼，你若讲像讲一般的感冒，大家就走去做采检，啊，特别要做 PCR， 我看佫较侪迄个量能嘛无够用嘛。对。哦，所以就咱上重要就是讲吼，爱甲即个预防下做好啦吼。啊，但是即马嘛有一寡问题啦，就讲即马民众想要做啊，咱政府手中的疫苗吼嘛是有够，但是这个中吼阿妈去配合，比如讲我即马有个患者要入来做，但是我疫苗无够，因为阮摕无够。哦。吼，进前是吼摕落去啊，无人来做，迄阵第三剂还未开放嘛。是。吼啊，做的有爱建议上，我拢感觉真疼心地的啦。是。啊，即马毋是哦，即马是讲吼人要入来做，但是迄个咱配发的速度无够。哦。吼啊，所以讲即马来1922吼，即马开放了吼，其实莫讲像古早啦吼，古早就是讲啊，你有药的才会使做嘛。吼，因为可能以前咱的疫苗较无够。若无安尼生的时阵吼，无一个制度的时阵吼，敢若讲有个人会投资啦，啥物吼。但是嘛有够的时阵吼，应该爱多元啦吼。像讲阮台北市医师公会吼，最近甲迄个市政府嘛，佫开会过吼。因为进前吼，第一剂、第二剂吼，阮拢有甲迄个卫生局吼合作吼，阮是派人去机构内底、安养中心内底，替迄个一寡老大人啊、住民内底住嘛吼。啊，佫有迄个做去厝诶内底共住诶吼，迄个机动诶迄个注射队啦吼。啊，即马嘛是要佫开始要佫运作，要注第三剂。哦。吼，啊嘛是像讲顶届第一剂、第二剂，大家注较少诶时阵吼，阮即个工会有甲迄个市政府冒一个中型的注射站伫咧内湖吼，注射迄个联络站迄边吼，因为迄阵就较少啊，所以是关起来。啊，今仔开始吼，佫开啊，啊，即礼拜吼，拜一甲拜五吼，咱的预约吼是拢满。哦，阮咧一工会使早起300起，下晡300起，啊一工600啦吼，啊就即礼拜满啦，可能后礼拜佫继续开。啊，但是因为你也知影讲，咱本来就阮本来诊所的业务嘛。对。吼，阮诊所业务都你嘛无可能讲拢甲本来业务拢放咧无做吼，来专门来做这，所以阮拢用轮流的啦。像我本身我可能即礼拜嘛会去2个早起。吼，迄2个早起我拄无门诊，本来是是咧休困，还是去做其他的代志的时阵，啊，就是迄个时间，大家爱去支援吼。啊，支援做疫苗的。对。啊，因为进前我嘛是有去学校啦吼，啊嘛是迄个注射站嘛拢捌去，其实经验是拢有啊啦。啊，即摆是讲既然吼民众吼有即个心要来做，咱一定爱互伊做会着吼。就讲最近吼，咱台北市有一个较奇怪吼，真侪患者伊要做高端啊做无。哦，像顶礼拜吼，咱像咱做无咧，讲一开始高端伊无摕来诊所互咱，是，吼，伊就囥咧病院啦。啊，病院当然吼嘛是会使，但是你也知影讲，咱即马一寡人嘛爱做工课上啥，啊，伊下班的时阵可能诊所还佫有开啊。啊，伊来遮注射伊会较方便啦。你若讲叫伊去等病院要挂号啦，要创啥吼，总是吼，都当然嘛是会使啦吼。就讲先讲病院嘛，拢做甲下叫，但是总是有无共款的族群，伊有伊的需要啦，互人愈方便的时是愈好啦吼。啊，但是阮伫咧迄个顶礼拜4吼，就甲迄个咱的迄个卫生局有开一个会啦吼，讲即马迄个机动的迄注射队吼，要安怎开始发动啊啦吼，啊，迄个注射站要安怎开啊？啊，过来就是诊所内底摕疫苗吼，要安怎较有一个春秋啦。莫讲安尼讲像以前讲啊，咱甲登记偌济吼，啊有预约偌济，啊摕偌济，啊其实即马真侪人是伊就总入来，啊，佫一寡老大人，你要叫伊去啥物1922啦，还是讲要去迄个市政府咧做登记，其实迄个数位的落差吼，嘛是有。啊，就是咱讲到这吼，稍等下等来讲台北市医师公会这个声明，咱先请教叶医师。
安怎可劝人出来做疫苗，也是另外就是老大人吼，遮个人就是迄个所有的落差的遮个人，安怎互伊出来做疫苗咧？好，即马阮的问题上大的是，遮个四大人的第一档甲第二档，做甲真正就真正无够济，对，甲别个国家的比较，阮拄则甲别人是完全相反。哦，敢若完全无共。别人的国家是迄少年人做甲较无好，但是四大人做甲真好，差不多95%甲97%。是。安尼第一档甲第二档的这个 coverage rate， 第三档嘛做甲90%以上啊，这是英国的资料。但是阮的即摆四大人的第一档差不多74%。第二档搁较害，差不多67%到68%，这是足大的问题。所以英国有做一个研究去看说，阮要安怎可劝这个人来去做这个预防针。出来做疫苗。对，几个原因都伫遮，上较有效的原因讲，你会使做预防针来保护你爱的家人，你的家人。保护你所疼的家人，甲你所疼惜的人，安尼你身躯心脏你的家属遮个人。第二个好的原因就是你会使家己可劝讲，你注意防下，你会使保护你家己。是。对。第三个原因就是第三个家己可劝的较好的讲法，就是讲你以后出国会较方便。这嘛是真有效对。搁有你会使帮助这个社会，莫搁安尼封起来啊，会使互咧阮的生活较好过。会使转去阮以前原来的生活模式，好较无效的，就是迄个讲，我互你一个折价券啊，我互你一个折扣，这是英国看到较无效的做法。咱即摆用到较无效的方法，敢是安尼？但是我感觉每一个国家是无共的，所以每一个国家拢爱做伊家己的研究，才会使对症下药。是，观众朋友。注意防针实在是真正足重要，你会使保护家己，也会使保护你的亲人。尤其咱即马台湾老大人注意防针也无够济，就爱赶紧出来做。周医师，台北市医师公会对这个注意防针有啥物款的声明，甲对大家呼吁的？是。迄个咱因为即摆吼，要开放第三剂了吼，突然间吼，注预防针的人就坐起来嘛吼。因为这对咱这，比如讲咱的医疗单位啦，咱的诊所来讲，突然间吼，真侪这业务出来啦吼。所以阮伫咧甲迄个咱的迄个市政府吼，迄个开会了吼，阮就吼，像阮这定下咧吼发即个声明，就是互咱的迄个诊所。讲即个防疫的提醒函吼，咱即摆是第22期啊吼，毋是讲对咱这对这防疫开始就开始咧做啊吼，是1月15发的吼。比如讲即摆吼，患者突然间追起来吼，咱也知影讲吼过去吼，咱即个注预防针有一寡突切的所在，吼，比如讲迄量共注毋着啊，是讲注毋着机，啊是讲要注流感共注着即个或者咱的迄个 COVID-19 的疫苗吼，啊拢是即个时阵即个代志吼，实在是。真不应该发生啦，但是只要是人吼，有可能吼，拢会去发生。所以吼，咱会提醒咱的迄个咱的迄医疗诊所吼，咱的迄个会员吼，讲吼，这个时阵吼，咱人力吼一定要增加，因为你人若无增加的时阵，较无用，较无用一定较有机会出唔着嘛，吼，所以这人力要增加吼，动线要调整。吼，因为咱有时啊，即马嘛是咧看患者，即马秋冬啊，吼有一寡患者嘛较济啊，咱这要共注即个预防针，要注疫苗，甲这吼动线吼可能爱清楚，吼，莫讲吼，我今仔日要来注射，我是要注销炎射，你摕这 COVID-19 样做，迄个难做伙就毋好嘛，吼，这是减少咱吼出毋着的一个吼真重要的代志吼。第三个就是讲吼，咱这吼合作落实3读5对啦吼，较袂去注毋着。这3读5对吼，这是咱吼基本吼医疗内底吼，咱要提药吼，一般来讲吼是拢爱落实的啦吼。第二这 COVID-19 吼嘛是真重要，因为进前有讲注毋少嘛。吼啥物叫做3读5对的吼？一般咱要提药的时阵，咱看到药单就知影讲，我这要提啥物药啊？这读一摆，第二摆咱去药柜去摕药摕出来时阵，看这药啊对有对无？还读第2摆。第三，咱用完摕转去放的时阵。看是对啊，毋对，就读3摆。安尼这一定提时呢，就绝对袂去提。敢有
囥去原地所在安尼。迄阵咱这三塔五队吼，是讲所谓药啊，为原则啦吼。啊，当然，咱这有没有咱煮完，咱就袂搁摕去囥啊。咱有时啊，若讲抽一半，搁摕倒去冰的时阵，咱嘛是会使搁吼，读看卖讲，这到底有摕唔着，摕无着啊？吼，然后有这个第三个动作的时阵，咱嘛会使搁读一摆，吼，就三读。安尼吼，你来就是摕的时阵会袂摕唔着啊吼。啊，五队就是讲吼，咱对讲，这个病人爱对，啊，患者是毋是这个人？吼，嘛讲煮唔对去吼。啊，第二种这药啊，还搁对一摆，你是毋是要煮这款吼？有没有？比如我要煮 AZ， 还是讲要煮莫德纳，会有摕唔着无？还是讲讲摕着其他的预防下？第三个就是时间，是毋是你这个人即马要煮？啊，比如讲伊甲咱这个吼，迄个其他的预防下有差7天以上无？吼，啊，你有满几个月会使煮无？哦，还是毋是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做，这时间嘛要对看卖。过来就是对这个做剂量，吼，就是讲你是第三剂做莫德纳要做半剂，吼啊，还是讲你对第一剂、第二剂是做一剂的，吼啊，这个来对。过来就是讲吼，这是要为倒去做落去，这是甲咱这较无关系啦，因为咱这做拢是做肉落去嘛。啊，所以讲吼，进前咱。咱嘛讲摕药啊，是讲要喂喙食的，还是要煮迄落血筋的，还是要煮肉食？哦，就是讲这个第五队是咧对这啦，吼。所以咱这其实吼，这就是咱医疗的迄个吼，这个一个定数来讲吼，真重要的。吼，啊，若是讲有伊个落实的时阵吼，咱吼较袂去做唔对去，因为进前有一寡小小的错误啦吼，但是咱是对患者真歹势的啦吼。其实患者来做这个预防下的时阵吼。我拢其实像讲，阮去学校，也是讲吼，去咱迄个注射站吼，咱做完了，咱会讲做一寡吼，一寡迄个注意的代志爱讲讲。其实我拢是先大家说多下，吼，大家来做预防下吼，是为着咱的国家社会吼，奉献咱的身体出来吼，是有一个公益的代志，吼，要甲因肯定。吼，啊，因心内吼嘛较袂阁惊吓，因为注用下有个人伊是有一寡副作用伫的嘛，吼。那这个时阵吼，咱这个进程嘛甲鼓励的时阵，啊，伊出去的时阵吼，伊该出去的时阵，因的家人吼，因的厝的人，还是因的朋友讲，哇，去遐注射个医生学乐呢，吼，即阮已经防疫吼，我嘛有一寡贡献吼，其实这甲伊肯定吼，一个正面的去鼓励啦，吼，啊，像讲。伊头拄我有讲过，就讲吼，除了吼，阮这是当被动吼，伊来遮做嘛吼，啊，阮甲伊做的嘛，啊，一寡被动的，就是吼，一寡较袂叮当的，一寡机构啦吼，啊，老人院的、老人安养中心的啦，阮就派人入去甲做，就惊卡搞起来做。啊，对，因为第一剂、第二剂，阮就是去内底甲做嘛，啊，第三剂嘛是共款，即摆嘛搁要开始发动啊，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伫咧厝的人，就是吼，迄个咱的迄个或者吼，就我适龄的吼，第7期、第8期的，伊无法度行出来，啊，这市政府拢有登记伫的，啊，阮头两剂嘛是去厝的甲做，啊，当然有个人做一剂了，伊第二剂无爱做啦，啊，有个第二剂做了，因为像我去学校做，吼，做第一剂 BNT， 吼，比如讲迄阵950个。啊，第二摆搁去共一个学校，就差不多850个，差一些。因为有个人做咧艰苦嘛，啊，有个人，反正咱就是尽量吼，就是甲鼓励啦，甲肯定啦吼。但是咱即个，你刚刚讲台湾叶秘书讲的，无毋对讲，伊若无爱做，啊，伊边仔人吼，咱嘛爱考肯甲做。吼，像讲以前安养中心的人吼，伊若无爱做吼，那伊的内底，一寡吼，伊的迄个内底工作人员啦，吼，还佫一寡老大人。啊，因为你即摆囡仔人，伊无法度通做嘛，我嘛是甲讲，哎呀，你要照顾囡仔，你嘛是爱做较好势啊，吼，啊，恁厝有老大人啦，吼，就是讲一寡吼对咱心所爱的人吼，爱甲伊做一寡保护，保护咱家己嘛，保护咱的心爱的人，啊，保护这个国家，保护这个社会，吼，咱来甲肯定吼，啊，讲实在，咱嘛毋是咧讲假，这就是正经，咱每一个人防疫拢会使做伊的贡献伫的安尼。是，观众朋友。咱为着家己，为着咱的亲人，为着咱的厝边去做疫苗、做预防针。不过咱即马社会顶有一个声吼，有人咧讲啊，这个第三档预防针规期卖做啦，你去调 Omicron 来得到这个群体的这个免疫较规气。洪医师，这个讲法敢对？我感觉这个讲法当然有真大的问题啦吼。因为事实上吼，你若是无做这个预防针来讲吼，你的这个动静甲住院的机会，绝对是比有自家人吼加足悬的啦吼。啊，我举两个数字来互大家参考吼，咱就会使了解讲，即马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吼，伊的一个状况，就是讲，
因为咱即马这2年来吼，咱这个经过这个变异株吼，为阿尔法吼，啊为 Delta 吼，啊即马到奥密克戎这个整个过程中，因为咱嘛知影讲这病毒吼，伊尾啊，伊嘛是想讲，甲咱人会使吼和平的这个共存吼，伊嘛希望讲，伊会使踮咧咱遮吼，这宿主内面吼，会使传播真紧。啊，但是伊嘛无希望讲咱会翘起，因为咱翘起伊病毒伊嘛翘起嘛吼，所以本身伊在演化的一个过程中间，伊就是会朝向伊的迄个传播吼感染的能力爱愈来愈好吼啊，但是伊的迄个病毒的弱化吼，就是讲伊的迄个致病性就慢慢的降低啦吼，到一个边降低掉啊，这降低这边吼，奥密克戎其实是足明显的哦，啥咧讲吼，咱旧年吼在英国的迄个苏格兰的迄个公共卫生署吼，因就是有观察吼，在去年的11月23到去年的12月19吼，这段时间在苏格兰这个英国苏格兰这个地区吼，有这个23840人吼是互奥密克戎感染的吼，啊有126511个人伊是互 Delta 病毒互感染的吼，啊这两群人吼去住院的比例吼，在迄个奥密克戎的比例是23840人内面吼，有15个人住院啦，所以安尼算起来就是讲，差不多6%，对1万人内面有6个人，1万人有6个人就是得到奥密克戎爱去住院的吼。啊，另外在 Delta 病毒有126511个人内面有856个人去住院，所以就是算起来就是讲1万人内面有67个去住院。奥密克戎有1万人是6个去住院。啊，这个 Delta 是1万人有67个去住院，所以你会使看到，就是讲 Delta 伊的这个住院的这个比例，上无是这个奥密克戎的10倍以上，所以会使买看到讲奥密克戎伊的致病能力嘛，已经在下降啊吼。另外，咱为去年的这个武汉的原始病毒出来了后，阿尔法病毒吼，世界上看起来伊的这个致死率大概是2到3%，100%2到3中。差不多了，然后2到3之间，然后但到 Delta 病毒，伊就下降到0.3到0.6之间，然后0.3到0.6之间。啊，奥密克戎即马虽然受理啊无遐明确，但是即马已经开始南非跟英国有观察到，大概伊的致死率是咧小于0.1%左右啦，小于0.1%。啊，你看安尼就搁比下 Delta 的迄个致死率搁较降低啊嘛吼，所以你会使看讲病毒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致病能力是愈来愈低，但是个传播能力愈来愈悬。但是你无注疫苗的人，你就是爱说你。啥讲？因为你无注这个预防针的人，你基本上你无任何的保护。吼，这个病毒来来，不管是奥密克戎，虽然伊的致病力就比较弱，但是问题是你从来你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以不认识的情况下，伊头一摆给你入侵，你发生重症跟住院的机会。还是会比这个有打疫苗的人要相对来得高嘛吼，所以我伫踮咧遮吼，嘛是大家呼吁啦，就是讲真正吼，连一剂都无去做的人吼，啊，大多叶秘书嘛讲吼，咱应该用一寡方式来可劝这无做一剂的人吼，嘛是爱会使时嘛是上好，为着家己为着要保护别人，应该爱出来做啦吼。但是吼，这呼吁吼，虽然讲是安尼讲吼，实在是足困难的。啥讲恁知无？我咧观察哦，过去这半个月以来吼，咱台湾注一剂的比例吼，拢一直停喺80啦，80.00几，80.0几，80.1，80.2，哦，迄个速度足慢的，你知无？人无吹出来，唔是无出来，就是表示讲，咱台湾差不多是10%的人吼，我的感觉是，你安那甲讲，伊就是可能伊就是无想要做啦。但是吼。嘛无要紧啦，因为这吼世界各国拢有这种状况，是甲美国比吼，咱台湾算袂歹哦。美国吼，安那看到拢无爱去做预防针的吼，我咧估计上无是20%啦，20至23%左右。啊，咱台湾超10%啦，啊，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啦。吼，咱只能讲尽量吼，佮甲因劝说安尼尔啦。啊，但是这人的自由嘛，毕竟这预防针做咯，确实有一寡人会产生较大的这个副作用的状况，吼，啊，咱嘛是爱共尊重安尼啦，吼。至于讲徛在公共卫生的立场，我会感觉讲，伊无注意防针，其实伊可能在咱的这个奥密克戎啦，多一天，总有一天若来咱社区的时阵，大家爱知影哦，咱以前无奥密克戎的时阵，咱台湾嘛是有流感的，对不对？啊，迄当阵咱有流感的时阵吼，一年嘛是流感重症死去的，一年嘛是200-300个人呢。
因为得流感重症，对不对？嘛是会死亡哦，唔是讲袂呢吼。所以我感觉奥密克戎即使伊的致病力搁较低，但是你拢无即个保护咱，啊你拢无做过预防针，你的重症甲住院的机会对比人较悬。这嘛是讲为什么咱台湾即马就是讲啊无法度所谓与病毒共存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若是讲甲咱即个防疫的措施甲放互零，啊，或者奥密克戎来的时阵，可能咱社区在足短的时间会产生足大量的即个确诊者。啊，你若讲在短时间内确诊者的人数足悬的，啊，一定有一定的比例是重症甲住院嘛，啊，那个绝对数字嘛是会足悬的，啊，所以迄嘛是会摧毁咱的医疗量能啊。因为迄个母数上大。对啦，迄个母数变大去啊嘛，所以到目前为止，咱无法度放零咱的即个防疫的作为，的原因嘛是咧遮，所以是清零应该是愈来愈困难啦，因为最近这群聚的这事件快，伊速度愈来愈紧，所以清零的速度，就是讲愈来愈困难啦，这是大家应该要有这个 understanding， 爱了解这个物件。啊，但是要甲病毒共存的时机点，我感觉嘛是还未到啦，咱爱个小，即摆爱个小防守者，因为咱即摆就是讲望讲国外的疫情这几天看起来有慢慢在往下的一个趋势嘛，咱嘛望讲。这个境外这个这个较近的人数会使慢慢全世界这流行会使慢慢下来啊，大家拢已经有 H 波了后疫情国外若稳定啊，咱台湾家己本土的这状况若即马得到控制我想慢慢咱都有机会去透过这个防疫作为的这个来放较零的慢慢甲病毒共存啊，恢复正常生活啦。是。咱看到这个奥密克戎病毒甲流感真正足神的，因为伊甲 Delta 甲 Alpha 无共款的所在是，伊鼻无味、食无味的这个状况较少。另外，就是咱的血液内底的这个酸素嘛，未明显的降低。不过，咱有一个代志可能爱烦恼的，就是咱即马对奥密克戎所致死的这个病尾，就是咱讲后遗症敢有够个了解的规定，你是讲这个病尾都是后遗症、后遗症后遗症这个后遗症这个物件来讲因为即马这奥密克戎你看到的就是讲伊主要伊的症状拢是咧上呼吸道嘛甲咱的流感甲感冒状况较像嘛因为伊即马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就是讲甲咱念着了后，因为伊侵犯咱的迄个下呼吸道的能力变歹去，变歹去了后。就是咱的肺部，就是较袂被它攻击受伤，所以就是进前有迄什么呼吸窘迫，是讲这个 pneumonia 这个肺炎的机会就变足少的所以这是一个足好的消息，因为安尼的时阵，咱在观察这个患者的时阵，就袂讲迄个 SpO2 突然间的降低，咱旧年有讲什么快乐缺氧有无？迄氧气的SpO2 突然降下来，这种状况就会减少，所以讲安尼的状况之下，当然咱来观察讲，会感染过。人到底长期有没有其他的后遗症的发生？然后，但是就理论上来看的话，就理论上安尼来看的时阵，应该也比咧会像无像旧年的这个阿尔法病毒的这个后遗症来较侪。为什么？因为伊主要都是咱上呼吸道的镜头较侪嘛所以这是肾功嘛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到底有没有长期这个所谓的 long COVID symptom 这可能爱咱来个追踪一段时间，再知影确实的状况。咱敢会使安尼理解，就是咱的人体若无足伤重，迄个后遗症或者病尾就较少，敢会使安尼讲？无啦，应该是讲咱进前咱无这 COVID-19 的时候，咱嘛是会感冒，咱嘛是会得到流感、感冒等等嘛。但是咱嘛是讲袂因为讲咱得到这个感冒，还是这个流感，有啥物后遗症的这个状况的发生，基本上是没有嘛进前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后遗症的发生，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譬如讲伊的肺部。因为被阿尔法病毒，还是 Delta 病毒攻击，导致伊的 pneumonia 肺炎，就是咱的肺部有受伤嘛。咱的肺部有受伤了后，虽然你即摆身体好但是肺部迄个受伤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法度复原，甚至有会互伊破坏掉啊嘛。所以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能力会被受到这个会影响嘛，对不对所以迄种情况，才有比较可能有所谓的后遗症的发生。要不然若是讲像即摆这拢是属于上呼吸道的症状，理论上
这个后续的这个后遗症的状况的比例，应该是会比进前的这个原始株啊、甲 Alpha、Delta 的比例来较少安尼。哦，好，即马咱来看民众要注文第三档的疫苗预防针，咱来看到大家注文 Moderna 的比例足悬的，到76%。咱来请教叶医师，这个第三档的疫苗爱安怎选？好，阮会使看别国家的做法，所以大部分的别国家拢家己建议讲爱做 mRNA 疫苗，是来做你的第三档。是啊，所以阮即马看别国家的资料，会使来甲奥密克动的，上少动差不多10礼拜的资料拢是第三档来做 mRNA 预防针的。是对，啊，所以因过来看都是因做，唔管是 BNT 还是 mRNA， 诶，迄个 Moderna half dose， 那你看起来资料拢差不多，是，对，所以这你你安怎紧拢差不多，half dose Moderna， 还是这个全剂量的这个 BNT， 效果拢袂歹，是，这是国外有的资料。是安怎前2档做 AZ 的人，第三档无啥适合搁做 AZ 的？哦对，因为英国有做一个研究，叫做 Cov Boost 的这个研究。伊甲我讲，伊这个 T 细胞的反应甲 B 细胞的反应，是第三档 AZ 的反应真正唔讲是介好，对。啊，但是伊的研究嘛甲阮讲 ，mRNA 的第三档是上好的。所以各个国家拢建议这个因的民众来去做第三档的疫苗，个缩伫咧遮的 mRNA 的这款的预防针，是，还是根据这个英国研究，是。观众朋友，这个 BNT 跟 Moderna 做第三档的疫苗效果是差不多吼。咱即马来看，台北市伫第20期的预防针的注文要转来1922的系统，咱请教周医师，这个考虑是啥咧？哦，无因为进前1922，因为迄阵有个人真少嘛但是迄维护的费用真悬，所以中央迄阵都甲伊关起来嘛。关起来了但阮伫迄个台北市因为迄阵注射的人也少啦即个伊个卫生中心健康中心要配合的时阵都伤脑筋到底要摕偌济惊伊浪费去嘛，所以伊甲咱台北市本来伫1922还未成立进前台北市迄阵初开始5月份开始注射时，伊就家己有一个系统，预约的系统。只是讲迄个预约系统应用的了，到尾1922入来袂使讲两个做伙嘛，安尼民众会乱去所以伊就甲迄个台北市关起来，就统一用这个指挥中心出来这个1922，嘛是关一段时间但是前2礼拜的时阵就是讲民众有这个需要，毋知要去倒位住，所以台北市就先甲开去，因为迄阵1922还未开始。所以就先开去，所以这2礼拜是用这，但是你已经迄个注文了即马1922搁要开去的时阵，就变2个所以1922即马进前要去登记甲第19轮的时阵，台北市是无的。迄内底就选袂着啦，因为台北市咱就另外，但是为着统一起见咱即摆就讲，迄阵已经注文完呢，咱甲这注完了，尾也是讲统一1922，安尼中央伊要看倒位疫苗有剩，还是讲爱需要补充安尼较好掌握伫的。是。嘿，所以伊个毋是讲伊个挑工要2个，是迄时间的迄个顺序因为迄阵就是1922也未开。你开的时阵，人都已经注文好你无可能共促销去问题是伫咧遮。好，周医师拄则讲到讲，台北市有这个要注高端注无的状况即摆刷来要安怎来改进呢？因为伊当然头拄迄个叶秘书讲过嘛讲第三剂是注 mRNA 效果是较好啦较好啦但是就是有一寡人伊就是注了进前注了无爽快嘛无爽快但是高端即个疫苗甲咱古早传统咧做迄个一寡疫苗，譬如讲迄个流感伊个方式是较相像，所以理论上伊个副作用是较低啦而且进前伊注了歹就是互一寡
人吼，甲骗手甲讲吼外摆拄外摆啊无效啦吼，现在吼啊，所以大家对伊无信心。但伊即马嘛是为外国吼红倒转来啦吼，因为世界各国已经慢慢有一寡人的承认啊 ，WHO 嘛甲来算作好算的即个。迄个疫苗伫内底嘛吼，所以即马一寡人就是较有信心出来，啊，佮加上讲江副总统人诶拢注安尼注这已经注了嘛吼，所以一寡人伊进前吼，伊有注别的疫苗的时阵，感觉有无爽快，伊感觉这可能吼，伊对伊来讲吼，伊较袂使过去接受啦。哦，所以即马高端吼，你看讲伊即马注文的人，敢若无讲介济吼，其实真侪人吼，伊伫即马都进前啊，拢无即个预约即个注文的系统的时阵，伊拢嘛是敲电话入来讲，伊要咱遮有啥物预防项目，伊要来做。吼，真侪咱这吼看起来吼，即个讲预约的迄个系统吼，这是即马可能吼较无法度甲以前共款遐尼准啊。因为真济吼，即马拢患者的习惯入来，伊咧看病人讲，啊，你遮有啥物食，然后做，我要想啥做，吼，还是讲吼，伊会用敲电话，还是讲，甲去甲迄个一寡诊所定义讲，你即马无要紧，但是吼，我即马吼，若有诶时你甲我通知，吼，但迄个无伫即个有迄个注文的系统内底，吼，啊，但是进前台北市吼，伊诶迄个甲别个县市无共款是，伊甲放喺病院。吼，都对个病医才会使做啦。比如讲，我若要做高端的即个吼，高端的疫苗，啊，我都爱去病院吼，啊，才会使去做。啊，但是我有啥我无用去嘛，吼，啊，阮想讲想要诊所内底做，还是我的朋友遐有无？但是阮是摕无啦吼。但是顶礼拜阮甲反映吼，伊也讲吼，就是讲之前迄个系统吼，伊嘛是足较无春秋啦。讲即个系统偌济吼，啊，伊个公务人员就讲啊，即偌济我发互你偌济，伊毋敢讲另外佫发互你啦，吼，啊是讲无迄个抢牌吼，你内底无选，伊嘛毋敢发互你。所以伊甲阮讲吼，啊无吼，恁即马若讲手中有一寡名单的吼，你互阮吼，啊阮互你领。所以顶咧即个前2工吼，拜6礼拜吼，本来是无注射的，但是阮扣一寡名单的时阵吼，互因讲大概我要偌济，啊其实迄是足侪佫较济啦，但是领转来拢注无够，注完了佫足侪人无通注的啦，所以事实上吼，高端吼即马要注的人是嘛是算有较济就是啊。吼，啊，所以讲吼，咱即摆若讲政府手中有即个咱即个疫苗吼，不管是啥物抢牌，啊，民众伊只要是符合迄个条件，啊，人要注啥吼，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啊，无有的人伊讲啊，我一摆注无着，第二摆注无着，第3摆伊讲伊无用啊，迄是真可笑的代志。伊应该是讲伊若行入来咱遮想要注，咱就甲注的呀。莫互伊佫转去佫等佫明仔载后日人有啥都无用，都袂记的啊。安尼吼，啊，伊即摆嘛是讲惊讲咱去注毋着去吼，所以讲吼，你一工吼，你敢会使注一种，比如讲你今注高端吼，你就袂使注迄 mRNA、BNT 的拢袂使吼。啊，是讲即礼拜咱就注迄吼。啊，去惊人摕毋着啦！我想讲，头拄啊，咱咧35队吼，咱其实咱迄个疫苗迄个冰箱啦吼，普通迄咱咧注射吼，有真侪迄个囡仔注意方式，迄足侪种的嘛吼，拢完全拢一站吼，拢分开放。啊，所以咱头拄啊讲3套，就是要去摕的时阵摕出来吼，啊摕出来要搁用完要搁摕转去放的时阵，就第3套，安尼才会毋着，袂讲用毋着去嘛。所以其实是已经吼，本来就是安尼，你甲即个医疗人员拢当作讲话讲，啊，你敢会使注即个？别支一定会注唔着啊！其实吼，咱即摆已经注几啊万剂过啊，因为已经注2剂，吼，所以成千万吼，几啊千万去啊。是啊，其实有一寡唔对的吼，啊，这是真可惜啦。咱嘛感觉对患者足歹势啦吼。但是所以阮毋知吼，定下咧呼吁讲吼，咱这医疗人员吼，咱的能力吼爱有够，吼，无你人会疲劳去嘛。讲那讲防疫嘛是共款，防疫疲劳去嘛。啊，要安怎改善即个疲劳吼，即个咱吼继续爱有真有精神来甲即个代志做好势吼。所以阮一再咧呼吁啊吼，因为咱无像讲病院内底吼，因为咱伫咧病院内底吼，迄个资源较侪。啊，阮诊所就是讲啊，比如我有讲了几个人尔吼，啊，其实阮即马会互相调派资源啦，吼，还是讲吼有一寡吼，这本来吼，咱伊等去做妈妈可能无咧上班吼，但是以前是护理人员啥，其实拢足侪人出来吼，真热心啦，吼，啊，入来带咱斗3工，所以我感觉吼，政府爱对阮有信心啦，阮会尽力吼去甲阮的迄个吼医疗人员吼，甲因讲吼，讲大家爱进行较顺利，爱互咱民众对咱有信心。吼，啊，迄个少数进前毋对的代志，咱一定爱甲有甲解过来，吼，尽量互伊用，因为只要是人吼，
一定会出唔到，但是爱甲这机会降到上低啦。啊，咱嘛毋是正经要干嘛？其实咱已经足骨力啦吼，啊已经防疫遐尼久啊，大家其实拢已经足真忝啊。啊，而且这真忝中间，即摆一个关键的时间吼，啊，即个新正要过年啊，一寡咱的迄个伫咧外国的迄个国家的人民搁转来吼，啊，遐侪境外伊的迄个较真正吼。啊，这个要安怎甲即关修好过吼，是大家吼应该共同来努力的安尼。是，安徽你咱怎看？是，我咧看吼，就是讲头早周医师讲的无毋对啦吼。另外就是讲，我踮咧遮嘛是呼吁吼，咱的民众爱有一个观念吼，即马就是讲，咱即摆疫苗就他讲的啊，咱疫苗的数量拢足充足的啦。即马数量足充足的吼，大家免惊讲注无，这个问题即马拢袂发生啊吼，这甲去年的状况是完全无共的哦。所以即马大家就是讲，你一定拢注会到预防针，这绝对无问题。啊，但是最近看起来讲，哇，好像出来预约了，就拢秒杀，一下就是这个注文的人足多吼。啊，其实大家吼。免惊即个代志吼，但是吼，就是我的呼吁，就是讲，生活吼，咱这北基桃内面吼，就是讲有需要即个住的人吼，你若是讲会使先让互因即寡人吼，啥物款的人咧？讲，譬如讲50岁以上的啦吼，50岁以上，啊，譬如讲是高风险吼，啊，甲高接触的吼，譬如讲。还有即个驶即个计程车的司机啦吼，防疫计程车，啊是讲伫防疫旅馆的啦吼，啊伫机场上班的啦，啊是讲伫餐厅吼，即种会接触大量人潮的吼，啊是讲伫卖场的吼，便利商店啊等等即寡人吼，我是呼吁讲即寡人的时阵，你一定要先出来住吼，因为恁的风险可能会比一般的人会较悬嘛吼，所以这高风险甲高接触的人，一定即个时间点一定爱先出来住，啊大家嘛免惊讲。注无一定拢注有诶，伊即摆疫苗甲去年无共，咱去年是因为数量无够嘛，所以大家会咧抢，即摆拢免抢，即摆不管莫德纳或 BNT 吼高端数量，大家绝对若要注拢一定注会到，所以这点是大家免烦恼诶啦吼。而且就是讲我要讲，伊咱即摆即边 COVID-19 到即摆已经2年外啦吼，尤其即边桃园即个事件来讲吼，注意防下讲，大家毋通袂记诶吼，咱桃园地区足侪咱即个。公立甲私立的这个病院吼，在这边的这桃园群聚内面吼，其实因到即马已经是24点钟一直咧投入啦，表示就是讲因包括就是讲因爱去机场去做这个裁剪站的裁剪，啊是讲爱去做这个预防车，啊桃园地区即马一寡病院吼，像讲即马这部立医院也好，啊像桃园遐像天成呐吼、民盛呐吼，这几间啊私立的大的病院，啊甲桃园。地区的这经受，其实大家拢动员起来啊，然后，所以我嘛希望讲咱这个民众吼，会使互咱这个医护人员吼，互因较做一个鼓励吼，啊看到因的时阵，会该有机会甲因讲一个谢谢吼。你去裁剪蛋的时阵，你嘛甲讲一个谢谢，啊伊嘛感觉讲心内足温暖的吼，因为说讲真的，已经守2年外啦吼，搁较讲守一个城门守2年多，搁较那讲嘛是。会有疲倦的这个时阵嘛吼，但是我相信就是讲在桃园这个所在，尤其遐医护人员实在是拢足辛苦的。我希望讲，咱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吼，在桃园地区吼，不管你是去裁剪也好，你去遐注意防下也好，吼，啊你若是讲看到这医护人员，甲因讲一声多谢，我相信大家会感觉心内，咱医护人员会感觉心内足温暖的吼。啊，我感觉安尼会使共同大家来防疫，来度过这边咱桃园这个群聚的这个事件安尼。是。大家吼爱手牵手来过这关，吼。咱即马来看，1922明仔就是正月18要开放第20期的注文，60岁以上都有分流哦。透早10点开始，你若是50岁到64岁是中昼12点开始，若是18岁到49岁是下晡2点开始。这个注文到正月22号中昼12点10指，大家真正都爱趁赶紧。咱即马疫苗已经到啊，吼！你若要注，一定注会到。啊，1922开放了后，请大家赶紧去注文。周医师啊，针对这个拄则讲到讲注疫苗吼，爱较多元的方式，敢会使甲咱的观众朋友做一个建议咧？其实吼，这注疫苗这个代志吼，咱想要做嘛吼，啊，即摆就是爱配合的，就是咱的政府吼，就中央伊个疫苗
拨来甲咱的地方，啊地方变啊摕来互咱的医疗机构吼，要甲病人去注意。其实这每一个迄个拢真重要啲的啦。哦，即马就是讲吼，中央疫苗一大堆，吼啊病人一直要住，啊你若分咧去地方的时阵，头拄我讲的嘛，就是地方吼，伊要哪分互咱迄个迄个医诊所啦，或是讲病院吼，爱有一个春秋啦吼。你唔爱讲吼，干那讲，咱一定爱去注文系统。注文系统当然吼，对因来讲是较方便吼，就是讲咱迄个。咱的中央会使掌握讲吼，倒位剩偌济，倒位无够。但是迄时阵是疫苗无够的时阵，迄就真重要。啊，即马疫苗若讲有够真大堆，咱吼嘛使开放讲民众家己吼敲电话来，咱的迄个诊所来预约。啊，阮一寡名单吼，伊有的时阵吼，嘛会使即注文系统以外，我这名单嘛会使去请领。是。吼，这个人嘛是会使来我遮住。啊，就这安尼吼，但资料较会紧。吼，因为有的人伊就是。你要叫伊去顶悬登记吼，像咱有一寡吼较无好的经验，就是讲啊，我特别去登记，啊，就登记无啊。哦。吼啊，但是我就是要伫个诊所，我敢袂使去啊诊所讲啊，我即马吼要1922对毋对吼？啊，我较无时间去啊，我登记袂着，无我名写伫你遮。啊，后摆吼，我若要搁开始要登记，也是讲有假出来，像你敲电话我就来。是。吼啊，这个方式拢真好嘛。吼啊，就是讲即马阮搁要发动的吼，发动的就是吼去厝诶共住。哦，伊只要愿意，吼，啊，阮就去家住。啊，当然，阮会开足个时间。有时啊，吼，你要去一间人内底家住，吼，啊，就要搁观察啊啥，吼，一工吼，可能吼，你要去厝的人，甲遐个行动不便人住，吼，可能一工吼，一个才住5个至6个尔。是，吼，迄是经济效益是无够，但是每一个咱住会着的吼，咱拢真愿意去甲伊住好好，住好满，吼，因为遮个人吼，就是真正的高风险，吼，一定要甲保护好势，吼，嘛是对咱社会的保护。是。多谢3位来宾，咱明仔载搁继续来关心台湾的状况。